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咧，促進咗兩地嘅醫療資源嘅流動啦。咁隨住越嚟越多香港嘅居民選擇喺大灣區就醫咧，跨境救護車嘅需求因而都顯著提升嘅。咁而我哋嘅私人救護車服務能夠提供可靠嘅跨境運送，確保到患者無論喺香港或者內地都能夠安全抵達指定嘅醫療機構。近年嚟咧，政府推出咗好多項政策嘅。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醫療合作協議咧，促進咗兩地嘅醫療對接；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咧，亦都明確支持跨境醫療運送嘅發展嘅。咁呢啲政策咧，提升咗醫療服務嘅效率啦，咁亦都令到跨境醫療運送咧更具可行性嘅。然而咧，有好多政策嘅試點咧，都仍然存在限制嘅。例如咧，淨係涵蓋到特定嘅公立醫院啦、單向運送啦。咁作為私人救護車嘅服務提供者咧，安柏醫療就可以因應市場嘅需求進行營運嘅調整，咁彌補咗目前嘅政策試點裏邊嘅服務空白，提供內地、香港雙向嘅運送服務範圍咧，可以擴展到珠海啦、深圳啦、廣州啦等等呢啲大灣區城市，滿足到唔同嘅需要。例如術後嘅復健啦、跨境嘅覆診啦，同埋跨境醫療運送嘅。內地嘅生活成本咧比較低嘅，咁完善嘅養老體系啦，同埋內地有內地嘅親屬可以支援啦，亦都推動到咧跨境養老呢個趨勢。目前咧已經有超過10萬嘅香港長者移居咗大灣區㗎啦，主要集中喺深圳啦、珠海啦、中山、廣州等等呢啲地方。香港政府喺2023年推出咗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計劃咧，亦都進一步鼓勵咗跨境養老嘅，間接就刺激咗醫療運送嘅需求啦。但係當長者佢需要複雜嘅治療或者遇到急症嘅時候咧，咁佢好多時都傾向咧想返香港就醫嘅。咁因此對無縫跨境醫療運送嘅需求咧就大幅增加啦。我哋嘅救護車服務唔單止係確保到長者患者可以安全啦、及時咁樣往返到兩地，更加可以縮小到大灣區養老啦同香港醫療資源之間嘅差距。隨住政策逐步開放，未來對整合跨境養老醫療方案嘅需求咧將會持續上升嘅。當前嘅跨境醫療運送咧，面對唔少挑戰嘅，好似喺假期嘅時候咧，有好多口岸都好擠塞啦，地面交通有延誤啦等等。咁創新嘅醫療運送解決方案咧，就整合咗醫療專機啦、高鐵包廂運送啦，同埋直升機嘅服務，利用直升機實現到低空域高速空中嘅運送。高鐵嘅包廂咧，亦都提供咗長途嘅醫療護送嘅穩定性同埋舒適性啦。咁再加埋救護車咧，就可以確保到陸路嘅靈活性啦。咁建立到救護車、直升機同埋定點醫院嘅無縫銜接體系，咁就可以提升到醫療資源嘅可及性同埋運輸效率啦。